不知不覺咧，又嚟到2025嘅年尾啦。我哋而家就嚟問下年輕人對於2025嘅睇法。好 ，Let's go！ 失業中，你好叻，因為我真係想同自己講，自己真係好叻。平平淡淡，超充實咯，有收穫同埋成長緊。Nice。2025年我覺得成個城市都活躍咗嘅，對比翻上年係大家都好似開心咗少少。今年咧就我去咗暑假，又去咗日本交流團啦，咁我識同我朋友啦，咁又甚至難忘嘅。喺今年冧咗班咯。祝你下年繼續努力翻，達成我嘅理想上邊行咗入好大一步啦。然後摒棄咗好多唔好嘅嘢、唔好嘅關係、唔好嘅朋友，開始有更加正向嘅生活。希望我數學可以合格咯。希望今年可以升到班，快啲畢業，快啲寫完篇論文。希望可以考到心儀嘅大學咯。同下一年嘅自己講嘅就係 keep 住呢個 momentum 啦，keep 住呢個節奏啦，然後繼續做自己想做嘅嘢，自己享受去做嘅嘢啦，冇理其他人嘅眼光，做就啱啦。